重理中學嘅學生。我係劉俊宇，我係謝凡。我係鄭健康。我哋今日嘅作品係綠在區區智能回收箱2.0。由於時代嘅轉變，垃圾已經從單一嘅物料變到由多種複合物製成，而長者以及視力不佳嘅人士就容易分類錯誤，導致綠在區區計劃嘅回收成效不彰。因此，我哋設計咗綠在區區智能回收箱2.0。喺垃圾識別方面，我哋基於雙腔雙說明設計原型，當中使用咗計算機視覺，利用捲機神經網絡，從而訓練出一個人工智能模型。其後喺運輸方面，我哋基於履帶運送下，使用多個分配閘口，將垃圾運送至正確區域。當壓力感測器被觸發之後，內置嘅鏡頭就讀取垃圾嘅圖像，然之後就會上傳至內置 AI 分析垃圾種類，得出嘅結果就會通過履帶同埋分配閘口，將垃圾送到相對位置。我哋使用咗 AI 驅動嘅智能回收箱，以緩解上述問題。我哋使用咗鏡頭收集垃圾圖像，然之後內置嘅 AI 就會分析垃圾種類，履帶就會將垃圾送到應對嘅種類。首先嘗試紙包容器，再嚟到鋁罐，最後到膠樽。透過 AI camera 可以快速同低成本去識別唔同嘅可回收垃圾，從而減少人力成本。咁就因為用咗一啲嘅可重用物料，可以按照需求去改變設計。咁我哋嘅成本就大概係港幣5500元。而家嘅成品唔可以分辨除咗紙包同鋁罐之外嘅物料。而家嘅成品暫時未能夠分辨一啲容易反光同透明度高嘅容器。我哋 AI 運上雲端進行，可以減少成品嘅電力消耗，令到我哋嘅成品更加環保。喺實施嘅時候，我哋可以經回收商發放消費券，可以增加經濟誘因之餘，亦可以借此宣傳環保概